Hello，大家好，我哋係 Gutolution。小編最近收到好多 DM 問我哋有關產品嘅內容，最吸引到我嘅其中一條問題就係：你哋個 AI model 係做咩㗎？同個測試有啲咩關係啊？呢個時候等我介紹翻我哋嘅主人翁出嚟先，佢就係 Gutty AI。Gutty AI 係我哋 Gutolution 嘅專用 AI model。當你嘅 sample 完成咗化驗程序之後，我哋淨係會有一大紮數據，點樣去整合、分析、比較呢啲嘅數據，得出專屬你嘅 report， 就係 Gutty AI 嘅作用啦。Gutty AI 分為3大部分，分別係疾病風險分析模型、微生態生物年齡推算模型同埋生物標記探測模型。簡單嚟講 ，Gutty AI 就係將你嘅腸道現況同我哋嘅數據庫進行比較，睇下你嘅微生態情況同唔同嘅年齡層、癌症、長期病患者嘅腸道情況會唔會有類似嘅地方，從而去生成專屬你嘅健康分數同埋疾病風險評估，再向你推介翻適合你嘅食物同埋益生菌配方，去幫助你改善你嘅腸道健康。知道你會有多一個問題，究竟我哋嘅資料庫裏面有啲咩資料呢？我哋嘅資料庫有包含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大型資料庫嘅全面臨床數據等等，強大嘅數據庫加上 Gutty， 我哋就可以建立到適合每一個人身體嘅黃金模型。如果你仲想了解更多有關我哋產品嘅資訊，歡迎你上我哋嘅 website 或者留言 DM 我哋去問更加多資料。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